廣播小品左輪由你知，讓兒童智能手錶回歸初心。編劇振豪，劇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繹，明仔由施恩演繹，德叔由振豪演繹，梁老師由婷婷演繹。媽咪啊，媽咪，你睇下呢款呢係最新款嘅超能盒智能手錶啊！我哋班有好多同學仔都有噶。明仔啊，我哋嚟商場呢係為咗買繪本噶，唔係嚟買手錶噶。你舊年買嘅智能手錶咪仲可以用咩？我個手錶早就已經過時啦。阿琳琳依家佢用緊嘅嗰個兒童智能手錶，能夠拍照，又能夠玩遊戲，仲可以同啲同學仔傾偈添啊！我又想要隻啊！嗰啲咁嘅遊戲功能啊，咪就係會令你做作業嗰陣呢分心，影響學習。唔買啊！我唔理，我就係要呢個。冇超能盒手錶，我聽日就唔去翻學。個個同學仔都有，就我冇，佢哋會笑我噶。哎呀，你呢個仔啊，搞到周圍啲人啊都望住晒。我唔制，我係要買啊，要買啊！喊係解決唔到問題噶。嗱，我哋好好傾下。嗱，你講俾媽咪知，呢個手錶除咗玩遊戲，仲有咩特別嘅用途啦？佢仲能夠計步數，仲識得提醒我飲水。老師話要多飲水，多運動啊嘛。但呢個手錶咧都唔平噶。嗱咁啦，如果你咧做到呢個學期每日認真去完成作業，唔拖拉，期末考試你有進步嘅話，媽咪就獎勵俾你，好唔好？啊，真噶？嗱，咁你講說話要算數喎。梗係，媽咪幾時呃過你啫？媽咪，我錫晒你啊！好啦，超能盒手錶，我遲啲就會嚟接你翻屋企噶啦，你等住我吓。阿芳啊，吓？見到你係啱啦。呢一隻嘅智能電話手錶係咪阿明仔噶？依家咧物歸原主啊！哎呀，係德叔，真係唔該晒你啦！你喺邊度執到噶？哦，我喺小區公園度執到嘅。我見到入邊呢有阿明仔嘅自拍照，咁啊知道呢一定係阿明仔嘅，肯定呢係佢尋日喺公園玩嘅時候留低咗啊！哎呀，嗰個衰仔啊，真係激死人啦！成日咧都漏七漏八。不過我就寧願你冇執到呢一隻智能電話手錶啦。吓？點解啊？搵翻呢一隻手錶唔係好事咩？唉，阿明仔嘅智能手錶呢，係佢上次考試有進步，我買嚟獎勵佢嘅。本嚟諗住呢當係阿明仔嘅定位神器，對佢嘅安全呢多份保障啦。點不知依家呢，就變成咗明仔嘅遊戲機、社交機。佢啊一放學啊就拎住個手錶喺度點嚟點去，作業都唔肯做啊！唉，依家嘅兒童智能手錶呢，更新換代，比火箭呢仲要快。尋日呢，我啊見到阿琳琳用手錶嚟刷短視頻、玩遊戲，我都唔知道呢，佢幾時啊學識用呢啲功能嘅。最激氣嘅呢，就嗰日我半夜起身啊，發現明仔啊匿喺個被竇入邊，用手錶啊同啲同學傾偈，隻眼啊都紅晒啊，都唔肯去瞓啊！你話第二日啊，佢邊有精神上課呢？唉，阿琳琳呢亦唔好得去邊。咁啊，自從呢買咗智能手錶之後，佢依家放學翻屋企，連跳繩呢都唔玩啦。咁成日呢抱住個手錶，同啲同學仔喺度點讚互評。咁睇嚟呢，我都要話下佢先得啦。冇錯啊，正所謂玩物喪志，小朋友沉迷智能電話手錶呢一個問題，一定要引起我哋重視啊！梁老師啊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你嚟得啱啦，要教路下先得啊！依家啲兒童手錶啊，已經成為咗我哋家長嘅心病啦，管得嚴，驚佢哋唔開心；唔理呢，又驚影響佢哋嘅學習啊！係啊，依家兒童手錶功能膨脹，確實係一個普遍問題。前幾日啦，我睇新聞啊，澳大利亞已經係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用社交媒體啦。歐洲議會呢亦都建議
將社交媒體最低使用年齡設為16歲。呢個講明強化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已經係國際共識啦。真嘅？咁啊，我哋國內咩時候能夠有咁樣嘅規定啊？我覺得咧，應該要幫兒童手錶咧瘦身，將嗰啲亂七八糟嘅社交遊戲功能咧刪晒佢，淨係保留定位、通話咧呢啲核心嘅功能。不過呢，我就發覺依家兒童智能手錶嘅發展趨勢係功能咧越嚟越多，目的咧就係為咗搶佔市場嘅銷量。呢個就係問題嘅關鍵啦。所以我就認為行業應該建立自律標準，明確兒童手錶嘅功能邊界，譬如禁止14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功能，限制算法推送成癮性內容。仲有呢隱私嘅問題。咁前段時間呢，我聽新聞話有不法分子呢通過破解兒童手錶定位實施呢個詐騙，真係呢諗下呢都覺得可怕。哎呀，仲有啲咁嘅事啊，真係要加強監管至得啦。睇嚟買兒童手錶啊，唔好淨係睇佢啲功能多唔多，仲要睇下佢係咪真係適合小朋友啊！千祈唔好令兒童智能手錶成為小朋友成長嘅絆腳石。冇錯啊，作為家長呢，一定要引導好小朋友正確使用兒童智能手錶，譬如可以同小朋友約定手錶使用時間啦，鼓勵佢哋多啲參加線下活動，同時學校亦都要開展相關嘅主題班會，引導小朋友千祈唔好因為沉迷兒童智能手錶而耽誤學習。乜仲有呢？我哋呢作為家長，亦要呢擦亮眼睛，唔好盲目去跟風攀比，要係同小朋友呢樹立正確嘅消費觀。德叔講得好啱啊！保護未成年人需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共同努力，只有多方攜手，用心用情為兒童打造合適優質嘅產品，先至能夠令到家長放心，令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。廣播小品左輪由你知，讓兒童智能手錶回歸初心，經已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